智慧之書一年的箴言靈修日程，提摩太海勒與海西海勒合著。箴言唔係一套速成嘅快樂人生三部曲。當我哋思想箴言嘅時候，佢就好似詩咁，以藝術嘅形式將智慧灌輸到我哋入邊。我哋作為非原文嘅讀者，雖然冇辦法完全領略原文嘅全貌，但係我哋仍然都要努力咁學習到希伯來詩句中嘅特色，否則我哋將會好難以辨別箴言裏面唔同層次嘅意義。當高德談論到語言嘅時候，佢曾經咁講：只係知道一種語言嘅人，就等同於對語言一無所知。呢句說話對於箴言嚟到講，個形容非常之貼切啊！假設有一句箴言係咁講：道德良善的人總是有美好的人生。而之後又有一句箴言咁講：道德良善的人時而受苦。如果以而家嘅讀者嚟到睇，我哋就會發現呢種係一種矛盾。咁係因為我哋認為箴言係單獨成立嘅應許或者命令，然而箴言兩者皆非啊！每句箴言都係對於人生某一個特定處境要點樣做而描述。唯有將所有嘅箴言當係拼圖咁樣拼埋一齊嚟到睇，先至可以帶俾我哋一個有智慧、嶄新喺神學上面豐富而且多元嘅世界觀。